新北市有一个民众伫社群平台分享讲伊出国咯，结果着贼偷。甲伊一年无联络的朋友起歹念，找其他的人到因兜，甲警有影讲要帮忙饲猫仔，就安尼偷走着现金22万甲一条的金破链。是谁啊？处处看监视器画面，真正毋捌这个人是安怎遮厉害？趁伊出国的时，甲警卫讲要斗饲猫，锁匙举咧入去因兜偷摕物件。他有故意低头。坐电梯，这个女嫌犯搁敢若雕工物件头无偌久，人就离开，厝内22万的现金甲金破链就消失去啊。家里的密码锁是被打开的，但正常它是关起来的状态下，所以我朋友当下就立刻跟我联络说，他觉得我家里有人来过，主卧的灯真的被打开。有朋友跟他一起来。处处一个调查比对，才发现讲，这个女嫌犯伫犯案进前，甲伊同外无联络的朋友出现伫因楼下。那时候蛮了解我家的格局跟状况，就是我那时候人在国外，然后他有看我的限动，然后当我知道我家失窃之后呢，我再继续看我接下来抛的限动，他就消失。食各种物件拢会发现实动态，敢若就是安尼，互人了解伊的行踪。因朋友嘛，敢若了解讲，伊若出国，拢会交代朋友去斗饲猫，有机会入去偷摕物件。其有人以假冒喂猫名义，向社区管理员拿取托管之住家钥匙，进入屋内行窃赃物得手。厝主的朋友甲女嫌犯拢是同一犯，事后这个女嫌犯主动告案，讲确实是收到另外一个人的指使，对方敢若是无钱通买毒品，将这个冤头金动到因朋友的身上，这声朋友嘛免做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